你以為阿塞拜疆嘅女性自由平等？喺1918年呢度就俾穆斯林女性投票權，比美國、比英國都要早。聽落好先進，但現實係遠比你想象中殘酷得多。喺首都巴庫，高樓林立，咖啡館坐滿人，女教授、女企業家、女議員，你睇到呢啲可能以為女性獨立自由，但職場現實係高薪技術崗位大多數都係男人霸住，女性仍然被邊緣化。男女收入差距超過40%，好多行業根本唔俾女性入行，就算入到，多數都係低薪邊緣崗位，升職、管理、技術幾乎都俾男人壟斷。法律話要平等，但現實差距巨大。離開巴庫，情況仲要慘得多。農村早婚普遍，女仔15、16歲就被逼輟學、結婚、依附丈夫，冇收入，被家暴、喪偶貧困。教育中斷，呢啲係每日嘅現實。少數女性嘗試反抗、創業、開小店、參加社區中心，第一次有獨立嘅收入，第一次喺公共舞台發聲。但國家唔容許公開嘅女權行動，警方會封鎖示威、監控組織，甚至會拘捕。最近一次國際婦女節遊行，至少20名示威者被拘留，其中至少1名遭警方暴力對待。阿塞拜疆嘅現實話俾我哋知，文明唔等於自由，法律唔等於權利，女性嘅聲音必須被聽到，制度必須被質疑，社會必須被喚醒。唔好只睇表面嘅光鮮，關注底層，支持女性，先至有機會真正改變。